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1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去年台南客家88称的枪击案。台南地检署14前早终结，甲客家组织共董事长王文忠等8个人，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掩埋证据、创犯人等的罪嫌来提起公诉。目前台南地方法院裁定枪手邝尚志羁押3个月。那另外4个人是以10万块至30万交保，而且是限制自己。涉案的人一个一个告案，检方经过5个月调查，台南客家88枪击案第14正式终结，甲客家自治乡的董事长主嫌犯洪进军、枪手邝尚志等8人，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纵烈人犯等罪嫌提起公诉。王姓、洪姓被告邀集杨姓被告等6人，共同谋划由孔姓被告担任枪手，于111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前，自台南市议员候选人位于学甲区之竞选总部及郭姓被害人之前位于学甲区之公司处开枪恫吓。第二第14案裁定，枪手邝尚志羁押3个月，其他被起诉的7个人，主嫌犯洪进军因为其他案件发监执行9年有期徒刑，王文忠70万交保，另外4个人分别10万到30万交保，并且限制大拘。检方是伫洪进军的手机内面发现王文忠8张摕大包证无共造型的相片，相片是洪进军翕的，认定王文忠是共犯。检方研判规件代志是甲郭在钦抑个谢在旺。私底下交情袂歹，王文忠唔知什么原因，民国107年时阵关系变歹，找洪进军密谋几件案件，由洪进军指挥王文忠斗相共逃亡，搁找其他6个人斗相共制造断点、伪造车牌加轻度指纹。案发了，邝尚志甲洪进军走去中国，王文忠是2遍去中国甲洪进军见面，替伊办手机啊，搁照身份，互伊伫咧中国使用。还没有接到起诉书，我也不知道内容哈。就一切就静待司法吧。面对起诉，王文忠讲等待司法的调查，因那犯案的动机，所以因为王文忠甲洪进军拢可能犯罪，一个调查。因过后面代认为枪击案恐惊是甲光电的利益有关系，检警爱继续调查，予伊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上新的消息。今麦调查局又搁表歹代，平湖县调查站的组长陈基元。去检方查出伊涉嫌摕收容人的钱，利用借摕的机会，偷偷安排收容人甲伊的亲人见面。4月13，甲人带转来调查，检方向法院申请禁见核准。调查局长黄俊立表示，会先甲伊的职务免除，而且甲伊手头的案件全部停掉。进前100万交保，调查局航期站前组长施淑娘涉嫌甲乌帮挂钩，倒卖靠案的毒品，不法获利进行，一审判决还未出来，即马个调查官才风波爆出攻击事件。提奖杯臭屁屁，平湖县调查站组长陈基元，互人查出，前接嘉义市调查站的时阵，涉嫌收高雄地市价格2个收容人的钱，利用借地机会，私下安排收容人甲伊家属见面，每1月10万到20万。检方13搜查，规暝定性了后，14将人绳押禁见。本局局长获悉后深表痛心，已指示立即免除诚信调查专员组长职务，停止其承办案件，并进行后续人事调整作业。到底是为查毒品办案需要，也是涉贪包庇？爱国调查，暗过调查局14马上将停职。局长王俊立个表示痛心。调查官伫法犯法，这几年连续发生亲像甲乌帮盗卖毒品、涉嫌收钱包庇嫌犯，都去国外，都向内部天网调查告主协助拍官司，也个人互人发现涉嫌上网络买乌枪。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事先的一些防范的措施，还有同仁平常的生活品性啊，都应该要密切注意啦。这个部分调查局应该也要深切检讨。调查局连续风波，互人质疑内控机制失灵。法务部长蔡清祥也表示，调查局要好好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议会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且若是无让过路人先过，罚款相当提悬到6000块。
而且恢复民众会当检举人行道、马条线、快车道等等临时违规停车的情形。咱来看联合报，代替4月26要调整车帮的时间，有300多班车会受到影响。另外，为着消透涉尖峰的时段运营的问题，代替局按算会伫咧7度到潮州的6班车试办自由座服务，一只车有510张票，介绍是拍95折。若是要坐，爱会记哩拍票，如电子票证还有电机票的是袂当坐。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昨昏甲访问中国的德国外交部长会谈了后，有举行联合记者会。秦刚讲，中国甲德国爱合作，唔通来对抗。嘛强调讲，台湾是中国的。因那德国这边是表示，德国一直关注台海紧张的局势，军事冲突是真恐怖。欧洲无法度接受各方面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咱来看有关体育的消息。2023年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会伫咧5月27甲28来举办，这是咱国上关卡国际田径比赛，互台湾甲国际上真出球的选手做伙来拼场。过去3年来，因为疫情停办，即马总算伫咧边境解封了后，要搁一届来举办。这届有特别邀请头一位完成奥运女子田径3连霸、波兰练球的女选手沃达雷兹克来台湾参加比赛。咱国真优秀的选手杨俊涵、甲亚洲漂枪纪录保持人陈兆春，伫记者会拢讲要来捍卫主场，摕到金牌，做伙来拼下半年杭州的亚运。2023年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5月27甲28，伫咧新北市邦桥的第一运动场要来展开比赛。再来，咱来关心最近的消息。虽然春雨已经开始落啊，不过雨水还是无够，无法度来解决欠水的问题。科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嘛决议，新竹县市、台中、中华北部会改做是减压供水的换丁。另外，受到欠水的影响，内山的梨啊花鱼也是无法度播出来，今年的产量可能会减4成。因那用水量真大的德科是已经提早做准备，针对10大用户，爱用家提升省水误拍。农民伫个果子园整理遮个果子树，盐果原本应该是开花期的时阵，盐果梨仔树拢无啥开花，有的只是叶啊生出来而已。农民讲可能影响这梨仔的产量。这次减少的话，应该有4成到5成。因为就算勉强开出来的花它也不是很健康。梨山是雪梨甲甘露梨主要产区，盐果当地农民讲，今年拄到欠水，加上可花造成开花无好，有估今年会减产4成以上，也因为欠水，当地地树也受到影响。而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10时中部除了日月潭水库有58.1%的跳水率。主要供应大台中的德基水库甲里鱼潭水库，跳水率分别敢若剩46.9%甲32%。而主要供应德科用水的玻璃水库，跳水率也敢若剩40.2%。德科表示，已经第3个开始对着这个用水的大户实施家己节约用水误拍的这个做法，这阵是袂阁再加强。我们现在本来就有在转成绿灯的时候我们就有在这个请厂商自主节水5%的啦。那减压供水，因为我们园区都有那个配水池，所以而且是夜间减压，对我们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另外，华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也决议，新竹县市、台中甲北彰化调整为减压供水黄灯，暗时减压供水时间延长为8点钟，对暗时10点到第二天早起6点。盐果水利署也坦白讲，未来1个月落雨状况可能无啥好。大概在5月中旬之后，但是因为这个气象的预报。这个属于比较长期的预报，近一点再来观察。但是对整个4月来看，降雨应该是不会是不如预期的。水利署讲，中部地区水情由青灯转做黄灯，虽然对民生的影响无大，对产业影响也相对有限。因为这阵也无看到明显落雨情形。而各项节约用水的做法，有加继续到5月中下旬，也提醒民众爱节省用水。记者综合报道。真正为绿福村逃走出来的人熊，落尾是死亡收尾。也那掠人熊的过程当中，规个是乱糟糟。迄当阵绿福村嘛无讲老实话。即马立法院有举行座谈会，农委会答应讲会全面做检讨。也那受到批评的桃园市农业局
嘛承认讲因为是无经验，才会造成即个悲剧。不过嘛讲中央无提供安怎掠动物的标准流程，应该爱出面来指挥。桃园市农业局人员掠人熊，唔知影已经有人开枪，掠到无验伤动物。伫混乱的现场，桃园市农业局无换掠人熊所害死亡，引起大家生气。国民党立委洪明凯举办座谈会，动物团体批评现场是有够含糊，缺少专业，质疑这一摆掠人熊的情形动用麻醉枪的必要性。狒好像是在房间里面，光线非常暗的时候，然后动物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麻醉枪如果是你的光线不够明亮的话，你很容易就会伤到动物，甚至导致死亡。互大家批评的桃园市农业局表示，迄时阵根本找无中央针对人熊的相关微波处理流程。虽然爱检讨，不过也呼吁中央应该提悬走失动物的法则，免干那只法过办就准拄好，爱负起跨管区指挥的责任。针对凶猛的野生动物，我们其实真的没有经验，所以会造成这样子的错误。跨县市政府的整合是不是要由中央出来面对、出来指挥？农委会林委就表示，1809年有制定野生动物救援机制处理流程，不过这摆事件了后，需要个修正强化，能够再讨论的更精确、更详细，好，能强化后续提供给各地方政府在使用的一个参考。针对立福村无承认人熊逃走，后来承认出面会室内，甲即马人熊的数量依然无法度掌握。新竹县农业处表示，会分6个月时间清查。饲动物登记是漏洞真多，林务局表示已经启动修法，会加强登记制度，提悬走失动物法则，甲向饲人求偿微保成本的规定也入法。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同款是动物的消息。伫台南麻豆酷鱼王生态农场，即马收起来了后，内底真侪真出名的酷鱼名称，其中一个名称小河，互送去中国厦门的野生动物园。即马有中国网友发现讲，这只酷鱼小河是伫要死去啊！毋但环境真垃圾，规分丝全伤，甚至是消散落肉，互人看到是真毋甘。网友嘛批评这间动物园根本就袂晓照顾动物。咱的海基会也有发文予海协会。呼吁爱要求动物园赶紧做改善。希望大陆厦门的动物园能够好好的。2017年底，麻豆酷鱼王的创办人柯锡豪，一边流目屎，一边甲伊正细字去车用36吨的酷鱼小河，转送予厦门中非细野野生动物园。小河体长超过5公尺，体重是超过750公斤，红叫做全世界体型上大的人工车用酷鱼。不想到5年后，今年初中国网友逼讲小河伫要死去，三角龙骨拢凸出来，整个后背塌下去，上面撒了气的气球，身体横截面不说椭圆形，直接就是5边形。中国影音节目《背向天下》去动物园翕小河的模样，伊身高完全毋是一个讲的弯酷鱼应该有的形。园方阁讲伊是咧减肥，而且小河大的环境是有够垃圾，竟然饲伫个无符合标准的清水溪，水质看起来拢落落，毋那是青色的，都有一堆粪扫。就这水质还用我吐槽吗？这悬浮和粘液杂质跟一口老痰差不多。别告诉我那矿泉水瓶子是担心小河溺水的救生圈。而且总是有游客摕石头在牵小河，互伊规身躯拢是伤，而且嘛无替伊在保暖。这影片是引起中国网友真关心。影片已经互看超过200万摆，大家拢骂园方根本就无资格饲，不如送回去台湾。嘛有真侪台湾民众去တင်情，海基会伫4月是透过2方联络的机制，发函予海协会，也预请陆方。那个有关部门能够了解具体的情况，并且督促园方能够整改落实解决相关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呢，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哦。海基会表示，讲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厦门市农业农村局进前已经有派人去动物园调查，而且向园方是发出警戒通知。后边影片讲，中非细野动物园已经替小河换清水，而且嘛有替伊加热水温来因应寒流，嘛有加装布棚替伊挡风。但是网友嘛是认为小河的状况恐惊无法度活过这个冬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巴西总统卢拉去中国访问，又去上海参加金砖5国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双方有讲定，唔免用美金的制度，改用因本国的货币直接交易。也那24去北京的时阵，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巴西敢会加入中国“一带一路”，正人是金看。巴西总统卢拉则是伫北京继续访问中国行程，再去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纪念英雄碑来献花。下晡4点半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会谈的焦点伫碳交易加经贸议题，预计此行会甲中国来签署20项双边的商业协议。O Brasil está de volta, com a disposição de contribuir novamente para a construção de um mundo mais desenvolvido.mais justo e ambientalmente sustentável。卢拉出行也讲说，巴西想要重回国际舞台，真拍拼守护由前总统波索纳罗反中政策造成伤害。国事访问头一站伫上海，看出经贸合作是重点。伊13参观华为的总部，会见电动车比亚迪的头家，拜会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也参加政治朋友，也就是巴西前总统罗瑟夫出任金砖5国新开发银行行长的就职典礼。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家来提供更加方便的借钱管道。卢拉批评世界银行甲国际货币基金一直被纾困国的经济，也批评美金伫世界经济角色相当啊。中国甲巴西两国最近才确定，双方免除美金的中介，用本国货币直接来贸易。Eu toda noite me pergunto por que todos os países estão obrigados a fazer seu comércio lastreado no dólar.Por que nós não podemos fazer o nosso comércio lastreado na nossa moeda? 中国伫2009年取代美国，将是巴西上大的贸易伙伴，是巴西大豆、铁矿石甲石油主要市场。去年进口金额是900亿美金。卢拉随行的代表团包含建设、银行、农业、消费产品、电信甲数位创新这产业。中国就此来加大对巴西施加压力，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巴西政团对此看法两极。另外，巴西也希望这摆再甲中方来讨论乌克兰议题，促使停战，并且纳入联合声明。不过，已经遭到中国方面的排除。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再来看广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